香港仲有大樹菠蘿盛產地，今晚步可以帶去邊度 ？Let's go！ 今日入荃灣行1萬步，呢排行得多啊，行之前想去按下隻腳。哇！要海真係哇！呢個小佬啦，環都係叉叉地嘅。呢度太沖嘅好long，我以為嚟次中會，我以為去按腳，但最後好似去睇一次中醫咁啊！呢個養生足底按摩超堅，撳完對腳好似飄起咗咁。荃灣人想撳下呢 description 嗰度有資料啊。好，撳完出發。今日呢，我要去光板田村啊，由荃灣地鐵站 A 出口行過一條勁舊嘅橋，再上荃錦公路就會到噶啦。想講一行入條村度就聞到好大陣大樹菠蘿嘅味啊！啲村民話呢啲大樹菠蘿可以生到好大嘅，幾十公斤，要2個人先抬得起啊！呢度嘅大樹菠蘿大王啊染白啊，話幾十年前因為有人食大樹菠蘿冇手尾，就咁掉咗啲核喺度，所以生到成座山都係大樹菠蘿樹。條村幾搞笑噶，有好多壁畫記錄咗光板田村呢個地方嘅特色同埋歷史。好似冇乜點見過香港有條村呢，有種大樹菠蘿，又養蜜蜂，以前又養豬，又搞咁多藝術嘢。其實佢哋每年呢都會搞大樹菠蘿節嘅，不過可惜今年臨時取消咗。大家得閒嚟呢度打下卡，遇到村民可以了解下呢度嘅歷史同埋文化。高樓大廈可以係香港嘅特點，但我都係中意比較多元嘅展現同埋人情味。嗰部已經咁行咗1萬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